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艾瑞克泡麵，我係叫做 Eric 艾瑞克。咁我手揸住呢篇咧就係一篇小朋友寫嘅日記嘅。咁雖然都係我寫啦咁樣，但係我會從小朋友嘅角度啦睇下寫啲乜嘢出嚟，同大家分享下。咁日期啦，又係2025年啦5月29號星期四晴天。今日超開心啊！早上咧我就同媽媽啦一齊去食早餐啦，食咗好香嘅煎餅，仲有一杯草莓嘅牛奶，好甜啊，好味。食咗早餐之後咧，咁我哋又去公園玩啦。咁公園裏邊有一啲小鳥喺度唱歌啦，同埋仲有一隻松鼠走來走去咁樣，超可愛。中午時候啦，我就同爸爸一齊去買一個新嘅足球，而個足球咧就係藍色，裏邊有一啲星星嘅圖案。咁我哋喺個庭園路咧踢咗好耐嘅，咁爸爸就話啦：哇，你越嚟越厲害喎，哈哈！咁當然嗰個小朋友好開心啦。不過咧，我有啲攰，因為踢球咧，即係踢波啦，好熱。晚上啦，我和妹妹啦就一齊畫畫啦。咁我畫咗大恐龍，咁而妹妹咧就畫咗隻大嘅花。咁我哋仲將佢哋咧貼咗上去一個冰，即係佢哋叫雪櫃，即係將兩幅圖畫黐喺個雪櫃度啦。媽媽仲讚我咧就好靚，讚我哋好靚。咁今日咧非常之開心啊！希望明天咧都可以繼續去公園玩。好，咁第一篇嘅分享咧就係咁多啦。雖然都係我寫啦，其實我想帶出一個主題就話，你見到個小朋友寫嘅其實非常之簡單，佢只係上啲日常嘅嘢早上啊、中午啊同埋晚上。不過呢三樣嘢都係佢當時嗰刻發生而佢記得就寫低。咁當然啦，每日發生嘅事情都唔同啦。咁未必每天媽媽同佢食早餐啦，亦都未必會有同一樣嘅香餅啦，亦都未必有中午嘅買新嘅足球啦，亦都爸爸冇機會，有時冇可能太忙，亦都唔可能每日都同你踢波啦。晚上妹妹可能未必同你畫畫，可能同你睇電視，係咪啊？咁亦都未必畫隻大恐龍，亦都妹妹未必畫隻大花。咁所以日記係講咗係當時嗰一刻嘅情況。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回憶，同埋一個知道當時發生緊一啲咩事情啦。小朋友通常都會寫呢啲類型，即係關於日常生活嘅嘢啊，好簡單啦，亦都唔需要特別花巧地講一啲好誇張嘅嘢，譬如話去一次好勁嘅旅行，一個好遠嘅地方，其實唔需要。日記係講翻當時當刻做嘅嘢。咁呢篇咧就係我第一篇嘅文章，所以分享日記。而第二篇嘅日記咧，我就寫咗一個大人嘅日記啦。咩叫大人咧？可能已出嚟職場做嘢嘅人啦。咁亦都係啦。2025年啦5月29日星期四陰天。今日喺公司咧真係心情跌到落谷底嘅。一返到辦公室嘅時候咧，就感覺到氣氛係怪怪地。咁個主管咧就好唔開心啦，咁就有啲好嚴肅嘅樣啦。咁咧佢就掉咗一堆新嘅任務俾我，仲話呢個係緊急任務，緊急任務。期間咧仲係時間仲好短㗎，俾我係好短嚟處理嘅。但係我手上仲有幾個案子都未完成，咁點樣做呢個緊急項目咧？究竟邊個任務係緊急啲咧？根本就係唞唔過氣。咁冇辦法啦，主管俾到都要硬住頭皮都要做㗎啦。咁咧全日都喺電腦面前埋頭苦幹，真係每日見到部電腦咧，真係討厭。結果咧爭啲部電腦入咗個資料攞唔返，輕咗個機，但係結果冇事啦。今日真係倒霉，但係同事之間都唔係好開心㗎喎，大家都抱怨佢啲客同埋啲工作量太多啦，啲客太多要求啦，連食飯時間都冇，就算有都係講返一啲工作上嘅壓力啊，一啲咁嘅客人嘅要求、無理嘅要求啊咁樣。
主管仲提醒大家咧，記住唔係提醒咧，我哋咧，即係我要交報告俾佢。咁呢個語氣其實咧，我係大人都會做㗎啦，點會覺得我唔會做啊？好似覺得我唔會交俾佢咁樣，所以不斷喺度提住要交報告咯，要交報告。我個心真係好唔開心。唉，返到屋企啦，成個人咧好似散晒咁樣啊！咁咧就諗都唔諗咧，就衫都唔換就瞓咗落 sofa 度，乜嘢都唔諗啦，咩都唔好諗，希望明天輕輕鬆鬆。雖然唔知發生咩事，但係希望聽日會更加好。嗱，咁呢一篇咧係大人寫嘅嘢嘅，咁我呢個只係我自己個人寫出嚟一啲嘅，而家職場上一啲唔開心啦。咁佢其實日記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好處，都係點講咧？佢可以帶俾你當時當刻嘅憤怒或者係唔開心嘅事情，但係我又覺得正如我喺幾條片之前講咗啦，你嘅憤怒同唔開心咧，可能真係即當時嘅啫。咁之後，譬如你幻想下頭先去呢篇文章講就話，佢跌到落谷底，咁未必每日都谷底喎。如果你幻想每日都谷底嘅時候，你都可能生活都好困苦啦，係咪？亦都做主管可能都有開心嘅一面㗎嘛。可能主管今日生日，可能請你食飯咧，可能做一個 birthday party 都唔出奇嘅喎。咁亦都唔係啲同事亦都可能未必有咁多客人壓力，可能啲客人做咗朋友，可能送嘢俾佢都有機會嘅，係咪啊？嗱，所以我覺得日記方面咧，其實咧真係係講翻當時當刻嘅心情，係咪啊？嗱，咁講完嗰兩篇唔同嘅日記啦，一個小朋友啦，一個大人啦。其實日記真係好好嘅，但係好處真係要你自己去發掘咯，唔係話我講話好就會好，唔係話我講舒緩就講舒緩。咁你真係要寫一個，可能要一個長嘅時間，譬如可能去到半年，甚至乎1年，甚至乎可能幾年之後睇翻，原來哇呢啲啊真係寶貴到不得了，因為當時發生嘅嘢而家已經冇咗，甚至乎可能你係一個你係爸爸身份啦，可能寫女兒一啲嘅唔同嘅每日發生嘅事情啦。咁我又覺得日記真係大家希望攞本簿啦，寫低佢，等你自己將來去睇翻嘅時候，發覺原來即係以前所謂嘅大事，其實而家係一啲好普通嘅事，係嘛？而家好多問題嘅時候，其實可能將來係一啲微不足道嘅嘢，因為人會長大嘅，我哋嘅認知度亦都高咗，咁日記都可以俾到我一個反思啦，係嘛？咁咧今日呢條片咧就講到呢度為止。咁咧我就唔講太多啦，即係等於我個 channel 叫做 Eric 泡麵。點解叫泡麵咧？因為泡麵我哋係要煮3分鐘，跟住就食大約3至4分鐘。咁我希望用一啲最簡單嘅方法，令大家可以明白一啲嘅道理。咁之後咧，我有啲嚟緊我睇一本書，可以做一個書評俾大家。咁亦都係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咗本書之後，先至可以買呢本書，咁就更加上帝益彰啦，好嘛？好啦，咁臨走之前咧，記住訂閱我哋 channel， 叫做即係個名都好似好翹口咁啊！我成日叫 Eric 泡麵啦，應該叫做艾瑞克泡麵。咁記住訂閱我哋個 channel 啦。咁我哋嘅 channel 個 channel 裏邊咧有我日常嘅片啦，我行街啊、食飯啊、玩啊啲片都會有喺度嘅。咁喺個 short 裏邊啦，咁你都可以幫我睇一睇，或者係大家可以俾個 like 我都可以，好嘛？好，今日係咁多先，下次見，拜拜。